咱再来看卫生福利部甲所谓发展部为听众朋友推出手语视讯专业服务平台，有服务人员会当来斗相共障碍者来讲电话沟通，和障碍者买当打电话来联络代志。好的，请问几位入住？大人2位，还有1个小婴儿。 透过手语对役员的帮助，无法度讲话的身障人士也通打电话参民宿业者订房间。所谓发展部甲卫生福利部为2022年开始规划这套手语视讯转译服务平台 VRS， 符合资格的身障者通透过 VRS 的帮助处理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未来的数位平权能够照顾更多障碍者，今天是一个开始。怎么样让卫福部提供更多身心障碍朋友的一个需要？ 然后，数位部这边利用我们的科技，还有我们的产业界各位朋友大家的努力，让我们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友善。卫福部社家署表示，估计14万人领2类、3类身心障碍证明的听语障碍者，拢通注册使用这个服务。障碍者透过网络参 VRS 中心直接，由 VRS 中心人员为双方对译，听语障碍者就通以电话联络。 目前这个服务免费使用，会看施行状况，决定未来收费时间跟绩效。在行政院核定的部分，它算是一个先导计划。我们的服务时间在先导的期间是礼拜1到礼拜6的上午9点到晚上的这个7点钟哦。那中午时间是不休息的。整个服务它可以扎根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会整体再来研议看看如何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机制。 民众若看到0277550101的号码，就通知影是由 VRS 中心卡出来的对译服务。社家署表示，即马 VRS 中心有5条电话线路，同一个时间通服务5个障碍者。未来若发现量能无够，会搁再增加。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